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12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新北市进前送9000几件1万块纾困的申请单去予卫生福利部。早起侯友宜市长讲，过了是刷了台地方的担责任。一经做月来，中心过去拢招有心的负责人去美国生骗保险金。早起法院判决主谋1年的有期徒。成功鱼港才有渔民大丰收去掠到12尾乌昂床，结果其中有4只煞去予海底加一锅去咧找草，实在无彩。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咱台湾为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连续5日拢无搁增加，嘛是小连续第30日拢无搁发生有患者踮国内染着病的情形。今日也是护理师的节日，指挥中心有特别感谢这段期间医护人员辛苦的付出。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那今天呢，我们没有新增的病例，那累计有372人解除隔离，我想整个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在我们的本土的社区，已经也连续了30天，都没有的一个相关的案例，所以基本上还是要重复那天我们张召集人跟大家讲的说，到了28天之后，其实基本上我们是有一个安全的社区。那当然呢，我们的个人的防护那还是不能少，还是一样戴口罩，保持社交的距离，勤洗手，个人的卫生要维持。那有生病，那就尽量要在家里休息，不要到太多人的地方。咱过来讲，顶礼拜新北市送9000几件1万块纾困案的申请单，要去予卫生福利部审查，引起社会议论。早起侯友宜市长背回讲，过了时就刷了台，伊也已经有和陈时中部长通着电话，地方会完全担当责任。另外，听到人讲，平湖明仔载就要开放有小姐人咧伴酒的 KTV 重新开业，侯市长嘛讲，新北市是会较慢请咧。新北市长侯友宜主持武汉肺炎疫情应变会议，12日拄好是国际护理师节，侯友宜嘛特别致敬伫咧防疫前线的护理师。毋过新北市9301件的纾困申请案交予卫福部来审查，结果去予中央发长期家己处理，引起纾困之乱。针对这件代志，侯友宜甲卫福部长陈时中通电话时阵得到共识，佮表示陈时中讲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政策无讲好清楚。之前都过了，卫福部也讲得很清楚了。那也知道问题的原因所在，那部长跟我通过电话，也知道问题的所在。我们地方还是一句话，会负起所有的责任。新北市目前有约22266件的纾困案件，是采用放零认定来审查，毋过也是有一定的标准甲制度。侯友宜发声，无表示一天审查超过420个人，会赶紧来分救命钱，嘛强调讲全部授权予区长，若是有任何的疑虑，责任是由市长来担。针对平湖县领先全国13个解禁8大行业，台北市嘛主张开放复工，毋过侯友宜强调讲，新北市袂对咧做，绝对袂优先开放8大行业。新北市的8大行业绝对不会是优先开放的行业，我们开放行业一定经过专业的评估，而且以防疫最大的考量，室内的一定有严格的管控的层次，才会再开放。我们会要求。这在消防安全还有建筑公安上面都必须要符合要件那再搭配防疫指挥中心这边所规定的实名制、量体温、社交距离这些要件符合之下才能恢复正常营业。平湖县解说讲，县内无登记酒店舞厅营业场所，13除了解除户外挂嘴案，因为想要带动观光产业振兴经济，伫咧符合实名制、防体温、社交距离、消防安全检查等等的状况之下，开放有坐台卡拉 OK、KTV 来营业。因为只规人心电火灾引起公安疑虑，平湖县政府嘛加强检查，查出1间消防无合格，20外间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嘛无通过，嘛禁止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已经将近1个月，无人伫咱国内染着武汉肺炎。交通部等嘛讲，5月20日会开始鼓舞国民旅游。头一阶段就是要邀请观光旅行业的协会，这人员家己拍头阵，先出门佚佗，互人看。到甲后热，可能就会设办法补助请出去世界旅行的民众，互观光游览业搁再兴起来。疫情稳定，交通部定期国内旅游措施，确定伫咧5月底启动。第一阶段是防疫旅游。由观光工协会组成采线团，看疫情的发展，可能塞1个月到3个月。
和中央人员自加大、省、尾行来体验国内观光强化游艇防疫。在520之后会启动防疫旅游也跟观光业已经有在规划相关的旅行的游程，在落实防疫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怎么样能够玩得安心？交通部推估，若疫情继续稳定，后热旺季会当进入第2阶段安心旅游。就讲那是国旅正式解禁，为了要强化旅游意愿，无排除要公布推出补助，不过补助的金额甲方式也搁伫咧研究。原则上会摒开拜六，鼓励民众伫咧普通时去算。这个部分的预算先前就已经有编列20亿元。那我们当然其他的一些项目相关的，还有甚至各部会也有各种的券，要点到多旺我们也会看整个复苏的情形。若是全世界疫情拢稳定，边境解封，交通部讲无排除甲疫情控制好势国家筹组国际旅游的联名，目前已经伫咧研究国境开放了，要怎兼顾防疫来迎接观光客。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对2013年开始，有一间咧甲人做未来代办中心，就拢咧招有心的女性去美国生，再搁配合在美国迄边的医生，开不实的诊断证明，通转来骗保险金。新北地方法院但是判决主谋1年的有期徒，连起生产的负责人当着要面对健保署，将所去请的费用追回，搁着要加定赔，当作罚金。台湾某一间做未来的代办中心，为2013年开始介绍有心的人去美国生囝，怎找机会骗健保费，也有商业保险的理赔金。最近司法审理的结果出来主要犯案的这个姓吕的查某人去予新北的地方法院判有期徒刑1年，其他7个保险对象也去互判刑，17个保险对象是原起诉。发现他们的手法基本上就是，我招揽这些孕妇来，那跟他们说，其实你可以就是赴美生产，那赴美生产需要一大笔费用嘛，那除了你的小孩可以当美国人之外，你的这个费用可以透过旅平险的方式，让保险公司来吸收，来去引诱就是民众的一些贪小便宜的心理。这案差不多骗走1700多万的保险金，主要的犯罪手段也搁出做一本册。有心的人去到美国生囝进前，会先到旅行平安险，去到美国指定病院，再搁和特定的医师合作开诊断的证明书，这拢是真伫台盘破白生产。啊，伫转来台湾了后，会使清健保费成立的这个部分，退2万多，商业保险理赔差不多会使摕到30万到40万。申请商业保险之前，程序上会要先经过向健保申请核退的步骤，所以健保这个部分显然是他犯罪的一个掩护的手法。涉案的总共有34个保险对象，健保成立，然后再个退钱的金额差不多65万，商业保险理赔635万块。当事人就要面临10个月到1年的有期徒刑，其他的是缓刑或者是无起诉的人，除了爱甲进前请的健保费吐出来，进前成立的健保费用也该去罚2倍，差不多是5万块。健保署强调，为2016年开始加强清查所有去美国生囝申请健保成立，然后再个退钱的案件，核提比率为2016年63%，2018年降到23%，就是要拒绝有人借海外生产的这部分来骗保险金。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本地真侪中华电信的门市，拢有互新闹国际公司去设柜台卖手机啊。不过，当有一寡门市已经无要搁配合，早起新闹国际的工会就去到交通部门口陈情，表明讲真烦恼有将近400名的门市人员无定失业。因嘛问讲，到底敢有要大量遣散员工？新闹公司就要破后背。就伫咧疫情转好的时，部分中华电信门市传出讲要甲新闹柜台拆退的消息。新闹工会12报调抗议，指控中华电信伫咧2018年送的499用烫海的方案是趁真济，说家己变更绩效奖金的计算方式，抵数员工逐个月减领几啊千块。啊，若是工会理事长陈志国嘛讲，家己替员工争取权益，说去互不当解雇。公司对工会的态度就是不理不睬，好像公司在有需要劳工的时候就拼命的应征，那公司没有需要劳工的时候就逼退他，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理由调动他，让他自己离开这间公司。
工会嘛指出，真侪绩效奖金去互抬调，嘛推出讲中华电信拆铁新老柜台政策，可能会致使全台湾要400外门市人员会失业。工会要求公司说明，所以无得到正面的回应。今天的陈情我都听到了，我想待会我接受理事长的陈情啊。 我们会赶快请相关的单位来处理。新老公司劳资双方预计5月15举办第2届会谈，工会要求资方必须要说明好清楚，敢是有大量裁撤门市人员的计划，而且呼吁交通部要出面解决公司用其他的名义减薪水，还有压迫工会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早餐人。早餐人一来看天食饭，气候变化全唔知；二来就搁操烦病虫害，收成了后歹按算饲草，好也歹。 为着这个缘故，早起立法院也来三读通过农业保险法，内容写明讲，这部法律实施前5冬，农业保险的保险人，就是这个农民，政府挺好补助保费上悬75%。丰台大水听我讲，当年都唔捌无，对农业的损害是真严重。为着要降低农损的风险，早起立法院三读通过这部农业保险法，规定主管机关挺好补助来办理农业保险的保险人，法律实施前5冬上悬是75%的保费。法律的条文嘛规定，农保基金政府捐助的钱额，都要一年一年增加起来到100亿。 咱等来关心武汉肺炎，来讲卫生福利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这边有找出独家的验方，初步研究若含西药配合作用，10天内就通将患者体内武汉肺炎的病毒清隔离。另外感染症专门科医师嘛分析昨因为武汉肺炎过往迄个40几岁的男性，定就是体内抵抗病毒的力头伤过强，细胞数分泌伤济，连肺部才会大都去伤着。 国内又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死亡病例，伊是一个40多岁的查甫人，本身无慢性疾病，伊去病院的时阵并无肺炎，不过伫咧住院的期间病情煞恶化，就算讲用叶克膜来治疗，也是因为真侪器官衰竭全过往。对这件代志，国内专家认为，武汉肺炎的病毒会互人体产生过度免疫的反应，造成细胞激素风暴，这种细胞抵挡疫情的力头伤过大，颠倒造成死亡的风险，尤其是少年人因是高危险族群。细胞数要适当，如果细胞数不适当呢，分泌太多呢，就叫免疫风暴、细胞数风暴。那细胞数风暴一出来的时候呢，虽然病毒可以清干净，可是肺部会受到非常大的破坏。 不过，国内中医治疗敢若会使解决这个免疫风暴的问题。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上新研究，依照过去 SARS 治疗的经验，已经找到中药的配方。研究团队为4月初3开始，伫咧3种、大中、型种等等的病院，计共收14个确诊患者，用中西医做伙来治疗。结果伫咧短8天到10天的时间，就有12个人的病毒3届采检拢是阴性，拢出院。另外，剩的2个人因为用药的时间有较短。 要搁伫咧治疗，患者并无产生免疫失控等等的副作用。已经确定可以对病毒的这个棘蛋白跟这个ACE2这个接受器结合呢，有很好的这个阻断的作用。 研究团队强调，这套中医治疗的指引，前一阵已经通过卫福部的审核，最近会送去指挥中心的专家小组来进行讨论，争取纳入武汉肺炎的治疗指引。未来当完整报告出来了后，也会去到国际期刊，希望让世界看到咱台湾中医的治疗成效。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科技部辅导中山大学支持的一间科技公司，它开发出一组雷达生理监测系统，唔免卡，唔免摸。 人若徛歪过去，心脏跳几下，喘气紧也慢，阁有体温悬低，拢听好做一摆列出来，敏感度阁比传统的雷达好1万倍。科技部陈良基部长嘛讲，未来望通把这款新的技术应用互快，增加台湾产业的价值。 徛伫监测仪器头前，荧幕顶悬会显示个人的心跳、喘气的频率，佮有体温的资讯。这套雷达心理监测系统，甲常常看到红外线监测无同，就算手里摕烧水，只要莫放去面的附近，就免烦恼会出现警示。 经过的时候还要把热的东西放下，因为它没有办法智慧的判断。当系统它发现这个真的有体温超标的问题的时候，它会追着脸框，它会记录我们取得心跳、呼吸跟体温是90%的准确度。
经过雷达的侦测、信号甲演算等等的技术，会当用无接触的方式，24小时远距离侦测人体甲动物的喘气频率、体温等等的生理数据。那最初的版本应该可以落在台币10万块以内。这个雷达的灵敏度大概有传统雷达的10的40方倍，就是1万倍，可以在低频的时候就有高的灵敏度。我们现在用的频段是2.4 GHz。那如果你频段越低，是有机会做到所谓的生命探测。进前已经应用伫牧场甲饲猪场，即马阁会当用伫高一代负压建立病房内底。而且技术的条件较悬，但是整体制作成本比红外线感测仪器阁较俗。希望说我们在前瞻研究突破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好的技术已经可以应用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好的技术协助台湾产业变成比较有价值。这套系统是由科技部辅导，中山大学投入发人连接计划所成立的科技公司打造，业者马上一套系统给科技部。未来相关技术除了会当伫疫情期间使用到以外，佮希望会当投入校园、文书、老年甲婴幼儿的照护等等的领域使用，替3项的结合带来更较侪商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国际护士节，蔡英文总统嘛接见护理师界的代表，感谢因众人为着这边的传染症辛苦付出。蔡总统阁讲，护理师喙暗挂久，面煞有好，这是一款公益的技能，会留点台湾人的心肝底。因为护理师工课压力确实真大，早起也有人员出面，望政府要改善因工作的环境。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总统蔡英文接见护士界的代表，头先感谢伫武汉肺炎的疫情医疗界的辛苦甲拍拼。台湾的康复率是领先全球，真侪护理师是真无用，袂少人甚至有心搁伫第一线拍拼，是坚强的妈妈队。面临的喙含分野嘛是公因的印记。口罩压痕被网友封为是光荣的印记啊。那我相信这些光荣的印记会一直留在台湾人民的心底，我们会永远记得面对严峻的疫情的时候，台湾的护理师的勇敢、专业和贡献。蔡总统嘛指出，今年9月，台湾护理学会会甲国际护理协会合办台湾国际护理研讨会，互护理台湾队的专业表现继续互国际看到。政府嘛扩大对医护人员的津贴奖励，不过护理师的工作环境压力大，真侪护理师嘛利用这个机会，呼吁政府改善因的工作环境甲劳动条件。我们不是爱钱，我们要的只是基本的合理的薪资价码，然后人力跟劳动权益。不想不要做，这是网友常常讲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我们每个护理人员的心。这一句话一旦在这个护理人力缺乏的台湾被实现，是医疗界一个可怕的噩梦。国民党嘛感谢护理人员伫防疫顶悬的辛苦付出。党团书记长蒋万安佫提出4项政策主张，包括增建会馆护理师、改善病院的护病比、提高夜班的轮值费，甲提升护理师的尊严等等，希望互护理人员有更较友善甲良善的工作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台西铁路警察的凶手一审判无罪，就要监护治疗5天。但即马，民进党立委嘛提案要修改刑法，要求监护治疗的期间，若经过法院判断5天煞了，会当延3天，结果延3摆，就是监护处分上长者，听好有14天。立委伫咧提案顶悬签署，强调修法的决心。铁路警察洪台时的案件，嫌犯因为思觉失调，一审被判无罪。以刑法87条判上悬监护期5年，不过监护5年，敢有法度互伊袂阁犯罪？或者是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风险，引发修法的声音。法务部甲立院的立委拢提出爱修改刑法87条，纠长监护的年限。如果他有必要再延长的话，那每一次是有3年，然后有3次，哈，这最重就是3次。这个是我们评估这个比例原则的考量。每一年都要经过法院经过相关的机关来鉴定跟评估。目前刑法87条。监护处分是5年以下，民进党提案，就要由法院批准，一改延长3年，上济3改，上长14年。嘛有立委指出，即马社区关怀访视员甲患者的比例是1个人比405个人，若是受监护人也未完成治疗，就转去社区，会增加社区人力的负担。我们提到监护处分，并不是只有针对这个犯下杀人案之类的部分才会有的，所以应该比较完整的来看，包括说像监护处分的场所，是不是应该要有适当不同类型的场所，包括说监护处分完怎么从这个院所专责的院所之后衔接到原本的家户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衔接机制。时代力量认为，修法的
的重点无应该干那重视有长年限、实施监护处分的医疗场所的设置，还佫有监护期满，到因转去社会进行直接的阶段。卫福部甲法务部应该要有完整的分级分流的配套。时代力量拜五嘛会针对铁路警察的案件召开修法公听会。记者综合报道。昨昏高雄市选举委员会公告6月初6韩国瑜市长罢免案的投票，加强1823沓投票所。不过推动罢免的团体当时讲，有去改换着所在投票所，算起来有18%，投票率恐惊会去影响到。高雄市选举委员会这边是强调讲，新投票所离本地具地点拢无改远。透天民家一楼囤真侪物件，出资本来要改建做停车空间，但为着6月6号高雄市长罢免投票，决定先暂时唔改变，到时阵就让做投开票所。好邻居啦，已经是很好几十年的啦，所以讲不要紧啦，大家互相啦。警方来帮忙讲吼，这个秩序的问题啦，莫讲有人去冲突啦，有人踮遮咧乱咧啥。高雄市部分的场地因为顾虑疫情，无愿意借选委会，像功德里安尼，最后找到无人大的民家做投开票所，并无少。不过，罢韩团体统计，比起过去大选，全高雄投开票所地点换了18%，反而影响投票率。凤山区是我们高雄市38区里面人口数最多的，高达30%几、30%多的投开票所位置都造成这个变动。好，这变动要造成怎么样？投票非常不方便，不会差很远。比如说1个里原来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会在隔壁或是在另外一条街，它大概会这样子啊，不会差很多。选委会强调，变动的投开票所离原地点大多数只有几百公尺，影响无大。不过，为投开票所空间较小，天市长的民间团体顶个月已经发起监票行动。国民党籍4名女议员嘛帮忙拍宣传影片，希望赶紧招到至少3600名志工。记者王家川、郭建顺共同报道。镜头刷出来国外来讲，美国川普总统面对记者的探问，中国近来像有意要招因，搁再重新继续谈判贸易协议。川普总统是应讲，那这伊半点的兴趣都无。另外，搁一个本身有华人血统的记者咧问起，川普总统不时在咧评讲美国验病毒领先全世界，煞无看治病过往的国民遮尔啊济。川普总统嘛起性地，叫伊哪唔归去去问中国较有影。The Beijing newspaper says that China would like to reopen negotiations on the trade deal to make the terms more favorable to them. Is this something you'd be interested in doing? No, not at all. Not even a little bit, no. Let's see if they live up to the deal that they signed. 华盛顿甲北京双方今年1月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不过疫情互双边的关系搁一改变紧张。迄个时阵传出中国有意思要重新参详，川普嘛有听讲，不过伊无兴趣。其实采白中国副总理刘鹤、甲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海泽，搁有财政部长梅努钦，伫咧贸易协议签署了后，头一摆通电话，正是双方拢同意落实第一阶段的协议内容。川普政府嘛同意，然后进一步增加收的关税。北京是保证未来2档的进口会以2017年来做基础，再搁增加2000亿美金。美国新冠病毒死亡比例已经超过8万人，最近佫传出白宫无了有真侪人治病，西上的工作人员已经奉下令，伫咧办公室内底必须爱挂喙安。11个白宫玫瑰园防疫记者会面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裔记者江伟嘉问讲，是安怎川普坚持美国做检测爱比全世界佫较紧，就若像伫比赛，所无过真侪美国人已经无命，逐工也佫有真侪新增加的病例，这话互川普起性地，双方你一句我一句是袂得煞。Well, they're losing their live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nd maybe that's a question you should ask China. Don't ask me, ask China that question, okay? When you ask them that question, you may get a very unusual answer. Yes, behind you, please. Sir, why are you saying that to me specifically? I'm telling you, I'm not saying it specifically to anybody. I'm saying it to anybody that would ask a nasty question like that. That's not a nasty question. Please go ahead. 江伟嘉伫咧中国厦门出事了后，对厝内的人移民美国，伊认为川普的言论是针对伊的华裔外表。川普嘛批评讲伊的问题真恶质。原本点名后壁的 CNN 记者柯林斯来发问，了后佫跳过伊点名后一个，柯林斯坚持要问问题，川普转雄结束记者会，快日就走。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当已经有超过424万人染着武汉肺炎，已经有28万外的患者不幸过往。来看俄罗斯这国致病的人数，连续9日拢超过1万人。
啊，毋过俄罗斯的总统尤完也是宣布讲，自5月12日开始禁止民众出门的封锁令，要一步一步渐渐改定。俄罗斯疫情严重，过去24小时新增加确诊人数搁创新高，连续9天拢超过万人，总共已经超过22万人感染武汉肺炎，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不过，总统普京11发表讲话，宣布全国为12日开始慢慢开放。С 12 мая единый период нерабочих дней для вс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х отраслей экономики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Но не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борьба с эпидемией. Ее опасность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Причем даж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где ситуац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благополучная. 伊强调，依然禁止政府军做集会活动，包含企业、商店、服务业甲运输业。各地方首长有权决定，伫何时甲以何种方式放令限制措施。另外，伫美国白宫草编记者会，所有记者拢挂嘴安，因为总统川普个人随后甲副总统潘世新闻秘书确诊了后，白宫开始采取进一步措施保护总统健康，佮指示伫企业工作幕僚爱全工挂嘴安。疫情上严重，纽约州州长古默表示，上紧本礼拜5就应展开分阶段解封。To turn to reopening, because we have abated the worst by what we've done, and now we can intelligently turn towards reopening. And that's May 15th, that's this Friday. And local regions all across the state should start to prepare for it, and people as well. 虽然川普一直呼吁应该赶紧重启经济运作，不过在疫情依然有威胁之下，美国股市12油元出现小可跌势。伫瑞典采取主管成员招募经济人民活动，不过已经有超过26000人确诊，3000人以上死亡，和核体防疫面临严厉考验。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今年度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就要举办。但已经有真侪台湾的邦交国要求世界卫生组织都要邀请咱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大会。尤其美国、加拿大这计共有8国，佮提出外交照会。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处却同款掠话下体，讲会员的意见乱纷纷，一人主张一款，因是无权利出面甲人邀请。Taiwan say that you're making a political call if you fall into line with Beijing's views on the issue.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at? 听到台湾都唔讲话 ，WHO 秘书长谭德赛最近面对台湾议题拢无回应。日内话时间12，被媒体问到是不是要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18、19个世界卫生大会 （WHA）， 佮将问题偏好法律顾问。Instead of clear support, there are divergent views among member states, and no basis, therefore, no mandate for the DG to extend an invitation. 所罗门提出5点，用特别6分钟回应，不过重点只有一个，就算今年伊是先开大会，就是无拍算邀请台湾。伊表示，台湾应伫2009年到2016年，以中华台北的身份参加 WHA， 是因为当时会员国有共识。今麦情形无同，秘书长无法度伫会员国无共识情形下邀请台湾。不过13个会员国已经提案邀请台湾，大会家己做出决定。A proposal has been made by 13 member states now that the Assembly itself make a decision on an invitation. 所罗门讲到的会员国之间无共识，明显的反对就是中国。台湾岛内此时炒作所谓参加世卫组织活动、重返世卫大会，其真实目的就是以意谋独，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中国11回应纽西兰支持台湾加入 WHO 的时阵，佮威胁按纽西兰遵守一种原则，佮经济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11时表示，目前无收到 WHO 正式邀请，不过有更较侪友邦会为咱讲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5月10日，美国的国会联邦参议院通过一条法案。只是联邦政府外交部门的头人，就是国务卿，应当都要设法协助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入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甚至佫讲若办无成，国务卿佫都要甲国会提出报告。咱的外交部接到这项消息，嘛表达诚意感谢。世界卫生大会 WHA 随着要举行啊，咱台湾到底有法度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无？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指示美国国务卿即阵当地咧研究对策，希望会使助赞台湾重新摕到入场的门票。总讲台湾要是无法度受到邀请，国务卿必须爱向国会提出报告。
Calendar number 100 S249, a bill to direc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develop a strategy to regain observer status for Taiwa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for other purposes. 在法案内底有讲到，台湾准公无法度受到邀请，国务卿就爱说明美国协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做了倒一寡代志，而且台湾对2009年就以观察员的身份受到邀请出席参加 WHA， 并无代表一定爱有国家地位。对这件代志，外交部表达感谢，也各一届向 WHO 讲出咱的心声。WHO 的干事长谭德赛应该要秉持中立、专业的一个原则。 正视两岸是互不隶属的一个事实，并且也展现 WHO 身为国际卫生组织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的担当。外交部表示，一直到5月11日为止，已经有13个友邦完成提案的手续，即阵无提案的沈文生当伫咧办理手续。咱台湾伫咧参与 WHA 拄着真侪困难，即阵连拉丁美洲的邦交也流警报，国际期刊外交加入刊文，讲友邦海地可能会歪向中国。巴拉圭也告校定，即阵也传出可能出现邦交的变数。前一阵马驻巴拉圭大使周玲去互调回，新任大使韩志正即阵伫咧5月11已经就任。驻巴拉圭大使馆向来与巴拉圭的各界的关系都很密切友好，沟通管道也很畅通，所以两国的邦谊是稳固的。纽西兰甲澳洲这两国因为考量国家咧做防疫这部分袂歹，即阵拍算要为安全有效的旅游区，估计要甲咱台湾、南韩也有新加坡也放入去，表示咱做了袂歹，未来会再扩大到其他国家。外交部表示，现此时纽西兰也无具体时间表，未来会再注意后续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了，真侪国家拢拒绝远洋大型的游览船，就是咱咧讲的游轮，去到国内挖岸入港。但目前这款进退两难的游览船尚无有20只，拢暂时休踮菲律宾的海面。原因就是真侪游轮顶头的服务人员本身就是菲律宾人，总是这现代行船人离厝这么近，却无通落船倒转去。认真讲，心情是真复杂。对直升机顶悬翕到的画面，会当看到包括红宝石公主号、甲海洋礼赞号等等的游轮停伫马尼拉湾海面的情形。伫专门追踪船只航行的软体荧幕顶悬，每一个蓝色的点就代表一只停伫马尼拉湾的游轮，算的总数超过20只。根据外电引述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讲法，可能有搁较侪无港口通好停的游轮，续落来这几天会陆续加入，甲这阵受困的船只做伙。这20外只游轮的游客，拢已经是伫别个国家落船，有的坐包机转去，有的还搁在接受隔离检疫。但是，这挂船顶超过5300名的菲律宾籍的工作人员，等待待采检的结果出炉。其他的时间，敢若会当伫船顶空等，靠拍牌、用网络、看册、看电视来消磨时间。因为就算家己的厝已经在要交啊，卫生单位还未点头进前，谁嘛袂当落船离开。Being quarantined on board is, I think, it is a much more better than in hotels, because here we have a bunch of stuff to be busy with. Plus we have all our teammates, we can call our families, we can call our friends, we have free Wi-Fi. The food is great, it is always delivered on time with the company's high standard. 但是，就算是安尼，船员的心内也是充满无确定的感觉，因为只要采检是阴性，因就要落船转去厝，代表续落来有几个月，因会无透露、无收入会当饲家，甚至可能因为海上旅游业累落来失业。对菲律宾全国来讲，这批船员是趁外汇金家宝，业者估计有50万名的菲律宾人伫海外做邮轮相关的行业。2019年，互菲律宾的外汇有到65亿的美金。路透社报道指出，武汉肺炎的疫情伫这方面，甲菲律宾带来冲击，现阶段还阁真歹估计。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南北二路地方的消息。顶礼拜六3号高速公路顶头，嘉义70只发生一阵车祸，一个4岁的查甫囡仔对车来碾出来，受伤提踮公路顶。加在嘉义县消防局一个队员拄好照路经过，即时落车急救，把黄金时间，甲已经无咧喘气的迄个幼囡仔对鬼门关挽救回来。第一时间冲出去救人，帮助车祸摔出来受伤的囡仔进行急救。嘉义县消防局大庆队员黄训仪9号早时伫高速公路拄着头前发生车祸，看到一名囡仔受伤倒伫咧车道顶面，赶快嘛是母亲的因连忙落车救人。第一眼就是躺在那边都不会动，而眼睛也不会动，对啊，就整个这边都是血，对啊，那个形状就是手的形状也不太正确，是想说
就是给他急救。急救之后，我发现他有动静。急救的过程当中，伊发现囡仔正手骨折，而且头壳碗内底可能还有出血，所以伊用一支手做 CPR 控制力量，另外一支手注意囡仔的反应。伫急救2-3分钟了后，囡仔才开始喘气。其实也可以2只手，只是我们力道要控制好，才不会把它压受伤或压过大力。对我当下是1只手压，避免。那后来我就发现说，弟弟的这边全部都是血水，对，嘴巴也是打开的。黄薰怡嘛表示，加在囡仔是伫冰车的时阵练出来，所以伤势无真重。虽然伊伫救人的过程当中，家己嘛无注意去受伤，但是想到家己所学的 CPR 急救技术会用发挥作用，嘛互伊感觉相当的欢喜，嘛提醒民众学习 CPR 会用应付紧急的状况。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有影是互人钦服勇敢的女性。一个月月初，台北市教育局公布新一届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不过，今日早起有几党的市议员拢出面批评，讲新委员内底有2个是出身同一个民间团体，尤其因过去针对性别平等的观念嘛无同好，是讲去互人点名的委员后背回讲，那这款批评对因是无解公道。台北市下党派议员手举标语徛几排，早起伫咧市政府1楼的大厅举行记者会，批评台北市教育局新公布的性平教育委员名单，其中2个民间代表高尚景甲张文昌根本就是为同一个团体来的，2个人过去拢有欠缺性平意识的发言，所以已经连任几啊届，去互质疑讲，伫咧遴选的过程可能有人伫咧内底伸骹出手。这不是所谓的透明公开，这一直以来都是黑箱作业。真侪性平团体嘛批评讲，互保守的团体来代表民间，烦恼讲因会为着要阻挡议题的讨论，来做无适当的干涉，因为进前都捌伫咧公投发动的过程当中发生过。歧视言论不是多元，歧视言论是会伤害人、伤害台湾的下一代的这个言论。去互点名的委员张文昌是由台北市教师职业工会推荐的，伊强调讲，几啊年来是用心伫咧性平教育的推动，嘛伫咧教育现场咧付出，而且用专业的角度提出意见。伊认为讲，用部分的发言来甲批评，实在是一件真无公道的代志。你没有去完整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了解它的脉络啊，然后就来说我什么反对同志教育啊，反对性平教育啊，我觉得这样子是有失公道的。咱若互批评讲，遴选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无够透明的黑箱作业，选出万年的委员，台北市教育局回应，下晡会统一来说明。咱若早起组织举行记者会，台北市性平连线议员呼吁教育局应该公开性平会遴选的过程，互外界一个交代。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3月时，台大病院婚姻有接到2个母仔囝入院，因就是对旅行团去欧洲佚佗，却烧毁武汉肺炎的患者。因为迄团的导游也染着病，不幸来过往。台大婚姻的医师讲起来压力是真重。加早经过证人用心看顾，这个少年患者已经5摆验无病毒，早起宣布出院。因老母复原了，嘛真顺遂。伫咧婚礼有一对老母甲查某囝参加二节团，却感染着武汉肺炎，为3月中入院了后转做重症。这个期间，同一个旅游团40多岁的导游也因为染着武汉肺炎过身去，互医疗团队的压力是真大。经过台大婚姻医生的照顾，老母甲查某囝也唔免去考呼吸器。查某囝也已经5届采检拢验无病毒，伫咧5月12号早起顺利出院。把我们送到这边，让我今天能够出院了。真的要很谢谢他们的关心还有照顾。云林县虽然有6个确诊的案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整个医疗团队大家同心协力的合作。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只剩下1例还在隔离治疗当中。台大病院表示，愈开始接受确诊病人，医护人员的压力是真重，用相关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同事，就要照固定的定数来作业。卫生防护衫了后，就阁需要资深的护理人员到检查，透过一届搁一届的确认，才通入去照护病人。照顾这个母女的病人在加护病房进进出出的医师、护理师、呼吸治疗师、清洁人员等等，一共不下200多个人次。没有一位有发烧，没有一位离职，这个是非常的高兴。病院表示，接受确诊病人头一个拄到的困难是插管，第二个难关是病人插管了后，敢会发生感染，就照标准的作业程序，也是要保护咱的护理人员。经过安尼过程，展现出护理人员的专业甲勇气，
医护团队看到病人恢复，也会有成就感，感觉家己的专业真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嘛，大大影响到咱台湾花蕊甲果子的外销。早起农委会头一只农业包机载20吨的花丛，按桃园机场直接飞日本。农委会嘛讲，过来连山野约好包的奶汁都要再掺落去，认真替高品质的农产品拼外国市场。外包装顶悬特别印台湾 flower， 超过20吨的青叶花甲兰花花栽，伫桃园机场装箱就机。这是有史以来头一遍台湾的花用包装直航空运日本。头一班华航的包机12早起起飞，用很好的成本运输到日本，让我们在台湾，尤其是文心兰、我们的洋桔梗、我们的蝴蝶兰等这些优质的花卉，可以持续的在日本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相当的感谢。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将来像我们的重要的输出的国家，美洲地区、巴西，或是在澳洲，我们很快的能够也有这个固定的这个航班。农委会表示，花是台湾重要的外销农产品之一，年产值有250亿遐悬，外销68亿，日本就占22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航空产能缩减，价小阁一直起，严重影响到花的外销。透过包装，提供固定的花运仓位甲成本，稳定市占率。除了这个花卉之外，我想后面刚刚也讲了，这水果的部分我们也会全力配合，所以这个部分也请这个所有的农民放心也请农委会放心。感谢，非常感谢。农委会表示，第一季中国市场受到冲击，但是美国、日本甲新加坡拢有大幅度的成长。后一阶段的包装，卖甲荔枝、山野等等的农产品送入去，甲更较侪农民斗相共稳定收益，嘛期待用更较紧、更较俗的方式外销美国甲其他国家。和台湾的农产品徛就世界的舞台。记者综合报道。农业讲完，咱来讲渔业。近来蚵仔床也就是吐露，伫东部的外海真接有。顶礼拜成功渔港遮道渔民掠到一尾大只蚵仔床，结果拖上船刷去海底硬半过去，剩一只鱼头，总卖干那2000外银。昨日遮渔民搁再出航，这回大丰收掠到12尾。结果其中嘛有4只，搁去海底架一过去咧找草。遮渔民嘛讲实在真无彩。掠到这只蚵仔床的渔船，驶入去成功渔港，为船舱甲一尾100公斤重的蚵仔床吊起来，拢总有8尾。不过落尾有4尾，敢若剩鱼仔头去鱼市拍卖。即使掠8斤重的鱼仔头，为10公斤150块开始划价，一直划到10公斤剩100块。食了了后，剩一粒头，我多，这一粒10几万的，我剩一粒不到2万块。渔民讲，掠蚵仔床的方式是用索放几公里远的钓鱼，掠到了后才搁拖上船，结果去互一阵海底对咧，沿路哪对哪食。顶礼拜嘛掠到1尾，嘛是共款去互海底架，甲敢若剩鱼仔头。即摆一捆头掠到12尾，都爱甲遮的海底比赛，真无简单，才甲完整的8尾保护掉。历经了14个小时呢，捕获12尾黑尾鱼在高兴之余呢，不幸还有4尾遭海豚的抢食。11伫咧成功鱼市拍卖，这8尾规分数拢好溜溜的蚵仔床，拢总有15公斤重，1公斤卖500块。渔民即届总算掠有过手，不过成功渔会统计，今年到呾成功港有掠到的蚵仔床，敢若18尾，拢总重量才2400多公斤，其中就有5尾去互海底食甲剩鱼仔头。蚵仔床掠到的量嘛比往年较减3成。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过来云林县来讲，北港遮一间便当店开业将近10档。因逐年拢会经一日烧送爱心便当予人食，但嘛有袂少好心人做伙出力助赞这项真有意义的活动。但即马料理出来送予人食爱心便当，是一年比较一年也较济。摆家呢乐乐堂，一寡人其实是要来领便当的。这间伫云林北港镇的便当店，自100年开业到呾。热心的头家，逐年拢会办送爱心便当的活动，而且无限制对象，若有需要的人，就会当来这领。起头我们是从开始做100年开始发送第一年比较少，当然是可以做越多越好。打开始，头家家己点点付出300外粒的便当，落尾受到侪侪乡亲的支持和赞助，互爱心便当的数量一年比一年较侪。来领便当的人嘛讲。便当店这款回馈社会行动实在真甘心。因这店老板做爱心的啦，每一档拢会发，那对这苹果的人效果总好，
哦，足感谢。啦，拢在有爱心的咧斗相共啦。虽然是做了钱的生意，不过头家也是真用心在顾品质，要让民众食到新鲜佮健康的便当。伊希望唔但让民众食会饱，嘛通甲因斗帮忙。爱心餐跟我在店里做的都没有分，都是一样品质。希望来给我捧场的都很高兴，我都让他们吃得健康。这个活动虽然一年才办一届，不过头家讲，上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同齐来做公益，替社会增加爱心资源，重视社会上真正需要关心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较早的人食较合，人讲吼，讲到食就精破遐。啊，即马台湾满世界食食是真俗，一粒便当免100块，就挺好度一顿。啊，过去讲到食，原来有真侪俗语话，国情今日捡出来，和所有观众朋友互相做参考。头一句咱来讲卖营汤生普的生客。这句话伫咧表示啥？我会记得讲演过东华时代，咱讲古出名的艺人吴乐天老师，伊若登台去演讲，头一句拢讲人客吴乐天来，扑啊恁唔免拍，是安那扑啊唔免拍，所以毋知影讲卖营汤生普的生客。若出头的吼，国民党就甲你掠去关啊啦。哦，迄当阵戒严时代有影，意思就是讲卖营汤吼，生普起来就是生色癌，生客起来食，表示讲若蒲头。绝对出头会升格，不过时代咧无共哦，时代变迁到即当阵，啥物话袂使讲，啥物代志咱若当着委屈，袂使出来争取，已经是公平民主化的时代。讲到遮，共款有一句俗语话咧勉励，人讲骨力食力，分担就吞烂，是啦。本来即个骨力食力是讲力子的力，有力子通好食。毋过咱嘛知影讲即句俗语话，目前咧讲拢是讲咱若骨力，咱若认真拍拼。就是食咱的气力，啊，毋过吼，嘛有真侪人分担啦。分担的时阵吼，伊就爱看人伫咧食力，看人伫咧出气力，看人有通食，有通做，有通收入，有通照顾3顿饱。伊只有是吞烂，分担的人只有是吞烂啦。啊，讲到遮，有当着啊，咱俗语嘛咧提醒人讲，毋通食伤香呢。所以毋知较早一句讲烧麦上重菜，对啦，食烧的麦吼，咱着爱配菜配足济，上重的菜。这对身体无好，你着看食，身体才袂母派。是讲到烧麦，另外还有一句俗语咧讲凊麦，咧讲吼，有一款人吼，咱对伊好，伊无记伫咧心内。九顿青草无上算，对毋？这九顿的青草无上算，啊一顿凊麦煞甲咱捡起来放，就是讲吼，平常时啊，你安尼对伊照顾、支持、甲疼痛，请伊食九顿青草，伊无甲你记掉的啦，无上算啦。拄着啊讲吼。实在讲，今日吼，得较困难，无吼，我有凊麦，咱公家食。你招伊食一顿啊凊麦，伊煞念啦，念甲讲袂完，对庄头斗去到庄尾，讲吼，迄款人吼，请我咧食凊麦，啊实在即款的吼，即款工课咱也毋通做。毋则讲第一要紧，这就是食，啊感恩度日子才会久长。你讲看有影无？头拄啊讲婚林北港，即摆咱继续来讲婚林好尾。好尾安溪里的里长，咱即位蔡里长，蔡调中蔡里长，伊对弱势的囡仔真照顾。开办社区课后辅导班已经17档，伊照顾过学生囡仔超过1000个。但即马蔡里长阁争取到社会企业的支持，未来要替学生囡仔建设出更较完善的辅导计划，望讲对因的照顾会当愈集中。囡仔遐囡仔仔坐做伙，伫咧社区的活动中心读册、写功课。这囡仔有诶，因为厝内底经济较歹，或者是家庭的功能有欠缺，较无人顾。婚林好尾镇安溪里的里长蔡调中烦恼囡仔安全，也有发展。17年前开始伫咧社区开辅导班，学生为学校下课，就会使有一个做伙佚佗甲学习的所在。喜欢，因为这里很好玩。啊，囡仔也办耍呢，那么平常啊课后呢？啊！伊这一般家庭囡仔嘛是伊个无，伊个无人去照顾，阮就甲老师参详，就是来就课后陪伴的来甲好好照顾。安溪里里长蔡调中即阵已经照顾1000个囡仔，为着提供更较全面的照顾，伊也专工找基金会合作，增加辅导班的资源，也有人力。以社区的人来照顾社区的孩子，这样子。
念，希望我们的社区的孩子能够在社区的一些长辈，还有社区的乡亲的这样子的一个陪伴之下。可以让他们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安溪社区因为伫咧推动儿童教育，也有家庭照顾真有心。唔但是当地典范，即阵也佮结合社会的企业，要互囡仔有更较健全的辅导机制甲资源，望未来社区会使延续时代甲囡仔互相看顾甲学习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实在讲，病情咧拖也袂掂，防疫的工课嘛是都要照起工做。来讲，台南市北门的鹅寮国校，遮就有出业的校友，用人埋伫的骹桶甲手笼做一身红仔，放伫学校内，提醒幼囡仔爱接洗手、挂喙罨。但即马这身红仔已经变做鹅寮国校上界受欢迎防疫的代表。戴帽啊，挂喙罨，腹肚中也阁有水倒头，下底放一块纱纹，这个形体真特别，看起来阁不离古锥的红仔，就踩伫咧台南市北门区鹅寮国小的校园。囡仔只要入来学校，就会走去红仔边仔拍招呼。校长讲，这身是大家公认的防疫大赛，即马已经是囡仔的佚佗伴。小朋友啊，非常高兴，所以他们也都会先在这边假装洗手。可是当他们洗完手之后呢，所以我会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刚刚有碰触到，所以一定要去洗手。甲人无爱滴的塑胶桶、水管、手套夹做一身红仔，其实这是洪坤王的想法。洪坤王对鹅寮国小毕业了后，即阵已经是社区种人保守、专门用回收米创作的人。校长讲，因为洪坤王的创意，学校老师伫咧推广防疫观念的时，加较轻松。我们有一个勤洗手，有勤洗手，然后我们要戴口罩，以及呢，假日的时候不要趴趴走。当你做到这些之后，我们才可以保平安。平安健康，即阵已经是家家户户的愿望，但这身红仔也变作是鹅寮国小防疫宣导上介好的代言人。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国内外，英国拢有研究指出讲，咖啡因有法度帮助体力忍耐度的表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运动竞技系郑景峰教授，他嘛研究出，运动员比赛进前1点钟，若吸收对体重拄好适量的咖啡因，对高强度的无氧运动也真有帮助，会当提供爆发的耐力。顶高机拍篮球需要更较侪体力甲综合技术，要安怎有更较好的表现？比赛进前来一杯乌咖啡有帮助。对这种高强度、短时间的运动，它是有办法去延缓它功率下降的这种效果，也就是说，它可以延缓它的疲劳，来促进它高强度的这种运动的表现。朱俊宏、洪建志、李晶是台师大篮球队的队员，较早是无啉乌咖啡的关系。去年下半年参加运动竞技系教授郑景峰团队的实验，伫咧练习进前啉一杯乌咖啡，其中2个人发现运动时阵真正有差别。感觉跑到后面有比较轻松一点，不会那么累。个人就是喝完之后会比较更专注，这样就专注力会提升这样。强度真悬，短距离爱走。郑教授讲，球类运动的选手会当伫咧比赛进前，或者是运动进前1点钟，去食每公斤体重3到6毫克的咖啡因，差不多是外口咧卖乌咖啡中杯1杯到2杯。我本身也协助游泳队的训练，像我们这个国手啊，那吴俊峰。他是短距离50公尺的蛙式跟自由式全国纪录保持人。那他在赛前的时候，事实上也都会使用咖啡因。一般民众若是要加咖啡因当做营养的进补剂嘛会使，但是一天莫超过400毫克，确定无出现心脏皮肤跳的反应，佮使用较适合。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因为风面影响，台湾各地头甲平湖地拢有阵雨，甚至是雷公雨。明仔在东部、东南部一寡地头也会落到短暂的阵雨，其他各地区各有平湖、金门、马祖是会当作济云到好天的天气。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4度到27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7度到30度。
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5度到31度。马祖、金门、澎湖23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高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电推小姐。以后我会负责甲大家介绍甲情绪有关系的词。头一个要讲的是大家拢最介意的一种感觉，欢喜，欢喜，汉字写作欢喜，罗马字写作好哇花，好意喜。欢第一条，喜第二条。欢喜这个词伫台语有3款意思。头一个是咧讲感觉，就是咱感觉欢喜，亲像乌西安尼，摕着我钓头奖的彩券，伫遐唔知影咧欢喜啥。第二款用法是咧形容欢喜的形，像伊今仔日伫路林拄着一个真水的小姐。欢喜甲跋跋倒。第三款是咧形容好耍、无理由的欢喜，亲像伊也毋是你的女朋友啊，你是咧冒欢喜的哦。伫台语内面咧讲无共程度的形容，会当讲真欢喜、足欢喜、真欢喜、介欢喜、有够欢喜、极欢喜等等。啊，若搁较欢喜，咱嘛会讲夭寿欢喜，欢喜甲挡袂牢，欢喜甲目屎流、目屎滴，啊是欢喜甲安怎，会使用家己的方式来形容，加强欢喜的程度。无共程度的欢喜，嘛有无共的意思，像喙笑目笑，脚松手人，心花开。笑头笑面，爽快乐痛等等。俗语内底嘛有真侪形容欢喜的讲法，像三脚走，两脚跳，就是欢喜甲哪走哪跳的意思。嘛会使讲家宝跳破卵，形容欢喜甲像家宝，甲家己生的卵打破。啊！还有一句俗语是：不老鱼食到皇帝肉，痛甲无标。标就是鱼标，鱼仔咱靠标这个器官才会当收起收落。啊，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小人物像布拉鱼安尼，食到足珍贵的物件，皇帝肉就会足痛足欢喜。流欢喜。喙笑目笑，乐痛，三脚走，两脚跳，家母跳破卵。
乌拉鱼食到皇帝肉，香甲无标。为即马开始，咱若要表达欢喜即个感觉，就只有济新的词通用啊。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